哒滴哒哒滴哒滴哒滴，哒哒哒哒滴哒滴哒滴，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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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哒滴哒滴哒。你觉得他这是在画画吗？你看懂了吗？累死我了！装置艺术嘛，那咱们宿舍那到处都是装置啊，比这还好。究竟谁来决定什么是艺术呢？难道女孩子只能嫁人吗？好多大哲学家都是终身未婚，叔本华、康德什么的。我们的主张就是要与传统艺术达成决裂。哒哒哒哒滴哒滴哒滴，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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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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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